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三讲四毋对。这三讲四毋对的意思是，讲三句话，煞有四句是无正确的，就是在形容有的人含慢讲话，有当时讲规半步，别人也是毋知伊的重点是啥。这款人毋若浪费别人的时间，嘛是真顾人怨。所以，咱要表达意见甲想法的时阵，爱会记得有几分事实甲证据，才讲几分话。尤其是伫咧公开的场合，若无，就毋通怨叹讲是安怎当无人爱听你讲话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